大家好，我係圈媽，歡迎你收睇我嘅頻道。超市係好多人每個禮拜都一定要去嘅地方，覺得入邊嘅東西又齊全，明碼標價，睇住又乾淨。但係你哋唔知道，裏面其實都係有唔少坑㗎。之前同一個連鎖超市做咗7、8年嘅理貨員傾偈，佢同我講咗唔少實話。佢話有啲嘢睇住好抵，其實俾個黑人，偏偏仲賣得特別好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一講，到底係邊幾種，睇完記得話俾屋企人知。第一種，散裝嘅零食，超市入邊嗰啲散裝零食區，糖果、餅乾、豆乾、油腐、小麵包，自己攞袋裝，稱重計錢。好多人覺得咁樣一落呢，花樣多又慳錢，但係你仔細算一算，其實一啲都唔平。理貨員同我哋講咗一個門道，有啲零食係專門針對稱重設計嘅，睇住唔起眼，實在係好壓秤嘅。比如嗰啲散裝嘅夾心吐司，小小嘅一塊，攞喺手入邊沉甸甸嘅，你以為係料好足，其實係水分多、密度高，稱起嚟呢肯定重噶啦。仲有嗰啲豆乾，入邊夾住一條好大嘅竹籤，話係為咗定熱或者方便攞住嚟食，其實就係稱重嘅。你花嘅係豆乾嘅錢，買返去呢就係小半斤竹片。佢哋話自己買零食都係買袋裝嘅，其實更加抵啊！散裝嘅睇起後好靈活，買幾多就稱幾多，表面睇起嚟價錢又好平，但係你攞去打稱先發覺，其實都係好貴嘅。第二種，大瓶裝嘅蠔油，超市調味品區，大瓶裝嘅蠔油比細瓶嘅便宜唔少，好多人覺得反正屋企都係煮餸要用，買大瓶更加抵。但係理貨員話，蠔油呢啲嘢好嬌氣嘅，富含蛋白質、糖分同氨基酸，係細菌同微菌嘅溫床，一旦開封，常溫存放好容易發霉、變稀、脹平，即係算放冰箱冷藏都係最好3個月之內食完，咁樣先可以保證風味同安全。而大瓶裝嘅蠔油，一般嘅家庭半年都係食唔完，繼續食對健康不利，等咗又覺得浪費。如此計算落嚟，大瓶嘅單價雖然平，但係實際上用一半等一半，比買嗰啲小瓶嘅仲要貴。佢哋話自己買蠔油都係買細瓶嘅，用完就買，單價雖然貴啲，但都唔會浪費。第三種，大桶裝嘅食用油，超市食用區嗰種5升裝嘅大桶油，價錢比細瓶嘅便宜唔少，好多人覺得好抵，搬一桶返屋企就可以食大半年。但係理貨員話，食用油打開之後你最好2個月之內食完佢，最遲冇超過3個月，因為食用油開封之後你接觸到外邊啲空氣會慢慢氧化，產生嗰啲黑藍味，氧化產生嘅高氧化物或者嗰啲純利物質對心血管造成損害。對於一般家庭嚟講，油氣係人好少，5升嘅油3個月根本就食唔完，有啲家庭一桶油甚至可以食大半年都未食完。咁樣計落嚟，你慳嘅嗰啲錢啊，遠不如食變咗呢啲質油對身體嘅傷害大，睇起嚟好慳錢，實際上一啲都唔抵。佢話佢哋自己買油都係買細瓶裝嘅，貴係貴啲，但係食得新鮮。實在想買慳錢嘅大桶，都係可以搵鄰居或者親戚分一分，冇一個人扛返屋企慢慢食。第四種，大瓶裝嘅鮮奶同酸奶，超市冷區嘅涼板裝嘅鮮奶同酸奶價錢比細下嘅便宜唔少，好多人覺得好抵，買返屋企慢慢飲。但係理貨員話，呢啲大包裝嘅奶製品睇住平，其實浪費最多。好似呢啲
新鮮嘅一般都係採取巴氏殺菌，需要全程冷藏。開封之後呢，就係儲放喺冰箱入邊，都係建議24個小時飲完，最長冇超過48個小時。而酸奶都係同樣建議喺1到2日之內飲完。如果屋企人少嘅話，根本飲唔完。有唔少人買翻一桶大嘅翻去，飲到一半剩低嘅放冰箱就唔記得，最後過期等咗佢，計落嚟比買細客嘅仲貴。佢話佢哋自己買奶製品啊，按屋企人口嚟計算，一家三口就買嗰啲1升裝嘅，2元就可以飲完佢啱啱好，從來唔貪平買大桶嘅。第5種，大包裝嘅膨化食品，超市零食區嗰啲大包裝嘅薯片啊、蝦條啊、呢味菜，袋子鼓鼓囊囊嘅，睇起嚟好大份，價錢又比細包裝抵。但係理貨員笑咗講，你打開就知道，半袋都係空氣。膨化食品嘅包裝裏邊充咗氮氣，一係為咗防止壓碎，二係為咗袋睇起嚟好大。你花大包裝嘅錢買翻去，一打開底下全部都係碎渣，真正嘅薯片係冇幾多。而且膨化食品呢啲嘢打開之後好容易掃潮變皮，根本放唔到幾日。佢話佢哋自己買膨化食品都係買細包裝嘅，一次一包4元就算，唔浪費又唔心痛。大包裝嘅睇起嚟好抵，實際計落嚟薯片嘅含量未比細包裝嘅多幾多，錢就係花咗唔少。我覺得理貨員嘅話都係特別有道理，即係我哋行超市呢，好鍾意買嗰啲睇起嚟好抵慳時，結果可能你就係啱啱買到嗰啲最唔抵嘅嘢，尤其係上邊呢幾樣睇住好實惠，其實都係幾多慳嘅。睇完呢啲話俾屋企人啦，以後行超市嘅時候心中都有個數。唔係所有嘢都唔可以買，但係呢幾種多留個心眼都係冇壞處嘅。總之即係根據自己自身情況嚟定。經常喺屋企煮飯嘅，人口又多嘅，買大容量係好抵嘅。相反，如果你經常唔煮飯，買細容量就好嘥㗎啦。特別係嗰啲上班嘅，好少煮飯，平時上班一早一晚都係點外賣嘅。就係周末偶爾煮一次，所以呢啲情況就好易過期。買細包裝就係好抵㗎啦。好呀，今日嘅視頻就到喺度。如果覺得我個視頻對你有幫助嘅，歡迎你嘅點讚或者收藏關注。好多謝你嘅耐心睇，我哋下一個視頻見。